台北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发出动员令，每一位党籍议员投白考体，民进党一款的报条针对新闻台换照无过以后的上新民调，以超过75%民众认为政治的概率为后盾，强烈抗议蔡政府吞大言论自由，对民主倒退路的痛心，加之存一言堂的危害。75.6%有政治力介入。对于 NCC 决议，中天不予换照就叫关台。彭文正讲的非常的清楚，麦克片什么没有关台，只是不予给予执照而已。各位看看这边，你认不认同？非常不认同 NCC 决议，中天不予换照的占了73.4%。民意清清楚楚的告诉执政党。你也未免太阿吧，你也未免太践踏人民对于自由、人权、民主的声音。强调媒体自由，我感觉言论自由，这嘛是咱台湾会当强调到对岸共产党无同款的所在，嘛是咱台湾引以为傲的价值价值核心。即马互蔡英文总统立伫涂骹咧立，我感觉蔡英文对不起伫民进党过去。为台湾拍拼遐热烈的前辈。陈水扁总统，他在他的网络上写的一句，他说：“台湾没有病，一定是阿扁病了。”为什么这样说？他说：“曾几何时，台湾社会变成了民主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，民主不再是人人有言论的自由，民主不能包容意见，只剩下一言堂。”民主是你做民，我帮你做主，我做得了主，你做不了主。我想这样的一个状况，这是陈水扁的 lie 哈，我们很清楚看到，他对于这样子民主的一言堂，他觉得如果说台湾没有病，那一定是我们在座所有人都生病了。会中议员林彦洲嘛表达伊服务处电话，被支持民众卡来表达不满，讲甲流目屎前景。同时，这位议员嘛纷纷认为，新闻自由甲言论自由已经被乌手介入，变成把汉做换贴的悲哀。会中书记长嘛呼吁民众将抗议的指头指向7位审查委员。议员蔡辉更希望民众去因厝内请安关心，共同发出 NCC 落台，献给台湾民主自由的心声。还给台湾民主自由 ！NCC 下台 ！NCC 下台！绿色恐怖下台！绿色恐怖下台！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